歡迎嚟到 Toy Story Channel 機械人研究所，我係 Vince。咁由於小弟星期五要同屋企人北上嘅關係啦，所以今個星期嘅片呢，褪早一日，咁就即刻同大家報一報今個星期有啲咩新 news 啦。好，去片。好，一嚟我哋就講下今個星期嘅花生新聞先啦。咁最大嘅花生新聞一定咧就係呢個Chiikawa喺香港嘅專賣店發售嘅限定品啦。一套3隻嘅達摩Chiikawa咧，原價就400零蚊，但係咧網上邊咧就可以就炒到成3000幾4000蚊啦。而最搞笑咧就係之後咧，好似聽聞話咧，官方咧係會問排隊嘅叔叔嬸嬸究竟識唔識呢個Chiikawa嘅人物嘅。對於我哋玩咗咁多年玩具嘅玩家嚟講啦，無獨有偶喺啱啱過咗嘅星期二咧，Metal Build 嘅 God Gundam 就第3次預訂啦。而經過我都有實測過，今次嘅預訂亦都係0秒sold out嘅。咁即係代表啲乜嘢呢？一係就真係好少貨啦，一係就係俾人哋掃晒啦。香港嘅 Bandai 係咪應該學下人點樣可以杜絕啲炒風呢？不過 anyway 啦，我相信既然開得第3次訂，應該都有第4次或者第5次訂嘅。調翻轉嚟講，可能係炒家會恐慌性拋售喎。咁作為玩家嚟講呢，不如睇定啲先啦。我自己嘅心態呢，就係有嘅又啱價嘅就買啦。如果個價錢太過貴，又自己俾唔起嘅，就真係望下算啦。講開炒價嘢啦， Supreme Crossover Transformer 呢，亦都會推出一隻柯柏文嘅。呢一隻柯柏文呢，應該都係今個星期4或者星期5呢就會推出噶啦。售價咧只係98蚊美金嘅啫，唔知係咪過咗氣嘅潮牌嘅柯柏文咧，會唔會又掀起一輪炒風呢？如果大家係中意追呢個潮牌啦，或者係逢柯柏文都儲嘅話咧，咁啊要留意呢一隻嘢啦。咁講完一紮限定品嘅發售嘢啦，咁啊真正講翻今個星期嘅 news 啦。SHF 上一條片咧都話會出呢個 JoJo 噶啦，而今個星期咧佢亦都有呢個新嘅宣傳片。喺宣傳片入邊咧，今次嘅 JoJo 咧係會出頭6部嘅主角嘅，但係我自己望落去咧個人樣咧好似唔係咁得喎，唔知大家 JoJo 迷又點睇咧？另外啦，喺模型 HG1:144亦都會推出呢個重戰機嘅模型啊。我自己咧就冇睇過重戰機呢套動畫啦，喺機戰入邊就有用過佢嘅，但係咧點好似冇乜人樣呢一隻機體嘅咧？唔知大家識重戰機嘅話，會唔會中意呢一隻機體啦？佢嘅發售日就係今年嘅7月，售價4620 yen。至於成品方面咧，如果大家買咗渦博雲嘅大阪高達嘅話咧，佢後邊嘅飛翼咧亦都公布咗會推出啦。發售日就係今年嘅7月，售價9350 yen。老實講，淨係對飛翼都成9000幾 yen，都有少少揦脷喎。再加埋因為係會場品嘅關係啦，可能喺香港買都可能要成5嚿幾水，咁啊加埋隻渦博雲，哇咪成1000幾銀。咁唔知呢一隻高達大家會唔會儲埋佢啦？咁講完一紮開訂嘅 Bandai 貨啦，咁今個星期咧就應該會到呢個勇者王嘅小型機械人噶啦，即係嗰個可以合體變成一個大鉗嗰個 GX116啦。雖然個價錢咧都要成27000幾 yen， 但係咧如果大家係儲開呢個合金魂嘅勇者王，冇理由唔儲埋呢個鉗噶，因為呢個鉗咧除咗 CMS 出過啦。成品嚟講咧，就好似淨係得超合金魂，而且今次超合金魂話晒都係有合金啊。記得 CMS 嗰隻咧係全膠，仲要自己砌嘅添㗎嚇。所以如果大家儲開勇者王，
又中意元祖嗰隻勇者王嘅話咧，記得買埋呢個鉗啦。咁講完 Bandai 嘅嘢啦，最近 Vizsla 咧亦都公布咗會出呢個 Roboto 嘅百獸王復古玩具版。咁呢隻復古玩具版咧就係似翻之前 Bandai 出嘅超合金50週年版啦。咁嗰一隻咧就非常之貴噶啦，而 Roboto 呢一隻咧就平啲啦，售價咧就係2590蚊港紙嘅。但係不過問題就嚟啦，如果係復古玩具版嘅話咧，佢手腳獅子嘅手腳咧係應該露晒出嚟嘅。而 Roboto 嘅特色係咩啊？就係收納翻獅子嗰啲手腳噶嘛。咁究竟呢一隻嘅定位係似電視版啦，定係似呢個玩具版呢？ Anyway 啦，我自己嚟講咧，其實我就有佢嘅第一版噶啦，所以咧呢一隻我係唔會買嘅。不過可能有師兄中意，咁就順便提一提咁解嘅啫。另外最近見到有啲千直鏈嘅特價貨喎，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啦？如果大家係機智迷，都應該會中意 SRX 架。咁我見到隻 SRX 咧減價嘅幅度咧都幾勁噶嚇。咁啊2000零蚊就有晒3隻噶啦，分分鐘抵玩過 SMP 架。而另外一隻咧比較冷門嘅咧就係美版嗰一隻百獸王啊。佢原價咧係要成4000幾蚊噶，而家係差唔多跌咗成1000蚊噶。所以如果大家想玩呢個百獸王，又中意玩美版嗰一隻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呢一個千直鏈版嘅，話晒都係特價緊啊嘛。咁另外啦 ，Yolo Park 喺屯門咧就有一個 Pop Up Store， 入邊咧就有一啲變形金剛啦、Ava 啦、特別版嘅彩透柯柏文啦。咁呢啲都有喺裏邊可以買到嘅。日期咧就由今日起啦，至到下星期嘅28號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啊，或者經過開屯門嘅話咧，可以去睇一睇啦。最後一個 news 咧，就係 Good Smile 嘅官網咧，最近就做緊個特價，所有訂嘢同埋買嘢咧都有呢個85折嘅。時間咧就係到4月18號，即係星期五啊啫。我自己咧就訂咗對合體嘅大龍牙啦，同埋勇者傳說嗰隻天火神飛鷹咯。咁啱咧，呢兩隻我自己都係未訂嘅，而且見到佢有特價，計埋運費都應該平過喺香港訂嘅。喂，翻嚟啦，今日同大家報完今個星期嘅 news 啦。不過其實今個星期咧都算幾靜噶嚇，唔知大家有冇其他心水可以推介下呢？好，咁今集條片咧嚟到呢度咧就七七八八噶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記得 like 啦、shar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，亦都可以下邊留言同我傾下偈。好，咁今次時間差唔多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